接落来，咱来看恒春半岛，是对早起8点就开始有一寡风雨，业者赶紧走去固定因的水上游乐设施。也若是在垦丁龙盘草埔的风，嘛是透甲真惊人。当地区公所是对早起就开始传500袋沙包，要互民众使用。海风一直吹，海涌一泡泡降起来，垦丁加落水的海面一片白茫茫，船帆时的海边嘛已经出现灯影。在垦丁遮已经感觉到风雨是明显变强，透过画面你嘛会当看到，这只大车其实是用来固定着水上活动的一寡工具，而且是惊讲风收塔甲物件拢扫走的，所以拢家己绑做伙固定在车后边。东西它那个，因为有一年的那个浪，整个打到路上来啊。这个风台直击风平均暴风半径150公里，10点15分进前，中心伫鹅銮鼻东北东的海面，龙盘草远风力甲过去比起来更加明显，一度行行路拢困难。停车场的告示牌袂堪要强风风扫了，民众风台美入密室内，真侪景点拢无游客，当地传统市场嘛是零星的散客。袂啦，也袂记袂的，较袂惊。在地人比较不担心，那外地就是有的来这边工作的嘛，就会先囤这样。拖上赶伫风台登录进前来做生意，嘛拍算中岛进前就收打。恒春国小边仔这个停车场，只是有厂商一直咧装刷。所以个人洗车来领。一直来底刷，工人讲早时牛股要装500包的沙地，提供予民众防饮水使用，陆陆续续拢有民众来领，几乎每一个人拢是领10包。面对着中台，各界拢是高规格来看台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 SNG 屏东报道。